买东西的句型是对象再加原因再加诉求。我们看一下例题：打便利商店，现摕10块，开200块的物件，不过店面无找钱，现爱用住甲贵讲。套用句型，对象是讨价，原因是爱偷下摕10块200块的物件，不过现也忙找钱的爱。诉求是林曼很爱先找钱的爱哦。套用句型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回答：讨价，爱偷下摕10块200块的物件，不过很也忙找钱的爱。林曼很爱先找钱的爱哦。买东西的情况很多，我们再做一题。现场面的故事是小日子，他展开时间慢个，很爱用住甲讨价讲。套用我们刚刚的句型，对象是讨价，原因说明呢，掠很爱查日来掠面的信息，突的是发现小日子。诉求是上头甲很慢一本信诶，为什么？所以套用句型过后，我们完整的回答可以这样子说：讨价，掠很爱查日来掠面的信息，突的是发现小日子，上头甲很慢一本信诶，为什么？我们再做一题。很姊妹三傻，偷开娘下晝2點的天陽，米票甲下，很愛用足講講清楚。套用句型以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子來講：阿姊很好，愛上頭米3張下晝2點的天陽票，愛較杜昂的米。3米連做鋪嘅